来乡亲啊，这个交通的新制度6月30正式来实施。若是无让行人先行，相关是罚款6000块。啊，讲安尼是互骑机车的驾驶真无奈。倒一个起司对着一个阿伯啊，徛伫个斑马线顶咧食包啊，根本就无去过大路。但是起司嘛唔敢冒险徛过，就伫遐哭哭等。还有一个客停车司机对着2个查甫人徛伫个路口咧开讲，司机就先停落来等。7分钟内有将近10个人行过，但是这2个人是继续讲，无咧管半人，这拢互驾驶真困扰。民众骑车转弯经过豆奶店，是毋到伫咧我家所在，拄着这个阿伯徛伫咧斑马线大喙食包仔。民众倒边闪一个，正边影一个，进退两难啊！等到阿伯拄捌去，才敢骑过路口。交通新制上路，保障行人安全，算好驾驶骑车塞车是心惊胆吓。有啊，我自己骑的时候我会很害怕，因为我就有被开过一张单，但我那个时候当时是觉得我可以过，被开单后我就会就是一定要等。就要先看一下行人的动向。驾驶嗨餐，唔敢驶过斑马线过去，2个查甫人徛踮伫咧另外一边的斑马线，小煞有人行过来，不过因共款踩伫咧遐袂顶袂当，驾驶想要驶过，不过唔敢过，时间就安尼1分1秒流失，伫咧现场嘛等要1分钟。我就是会按个喇叭，如果他们没有反应，我就会过。就是还是礼让吧，就是对啊，不要跟荷包过不去啊。对啊，因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拍照检举之类的。行人滑手机是罚300，可是我们不礼让是罚6000。不管敢无离民众3公尺，驾驶大部分拢会选择先停落来。不过亲像安尼，民众徛踮伫咧斑马线食包仔，体伤卫生，驾驶到底敢会当通过呢？不得于道路中任意奔跑、追逐、嬉戏或坐卧蹲立阻碍交通，违反者得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处500元罚款。提醒行人于道路行走时应靠边行走，并不得逗留于行穿线中。互驾驶先停落来让人行的管事是政府的好意，不过民众嘛是拢要加注意过大路的安全。但是双方拢无想要让，恐惊嘛讲会互交通大拍架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